透过夜车的消息来关心食安危机，出名的牛肉面店部分的面条讲是过期的。这个分店伫台中地检署调查，讲负责管理一个姓陈的经理，为了降低成本，直接将过期5天的面条就来改漂头。另外一个姓杨的组长是惊讲，这个实在啊报废了伤济，会互公司骂，就将8包过期的白面呢换包装，并且改有限的期限。有效期限改掉了，已经互这个卫生局敲掉啊，连带这个卤豆干、牛筋等等，这种过期3人被人依照伪造文书、虚列标记等等罪嫌起诉。不过总公司嘛发表这个声明，告表示讲，过期的卤豆干、甲牛筋拢是要单调的，未提供予消费者来食。韩国牛肉汤，也有可口牛肉，加上 QQ 的面，是这间有名连锁牛肉面店的招牌。不过，伫个百货公司的分店，发现员工修改过期面条的有效期限。这包装袋顶面原本是写2018年12月26到期，不过选用笔改微调，改做28。那这个改标呢，事实上呢，在证据上面指出是基于当时的高层也就是中区经理这边的一个授意跟联络。那改标的原因呢，在调查当中了我们发现说是为了要降低这个成本。员工讲，因为惊倒费伤济，看到过期去公司的顶级嘛，检方是接到有人检举，分别伫2018年12月发用5包篡改期限的面条，以及2019年7月，这的外包装拢是用手写的一支票啊，嘛拢是修改。已经过期的一些食品啦，包括牛筋，包括这个豆干类。那虽然没有改标啦，那但是它也继续在储放在店里面啦。也不知道做什么样的使用哦。总公司强调，这过期的豆干甲牛筋是要单调的，袂予消费者食。了后咧，毛发声明稿表达以上个严正的态度负责，而且会即时处理。若是涉案的员工咧，卖严格停处，包括经理在内3名员工，被以伪造文书、虚列票据等罪起诉。